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赛亚书第47章，上主讲：在小女巴比伦啊，落来坐点土粉；小女加利底啊，对宝座落来坐点涂骹。无人会阁讲你温柔，也是幼秀。去画石帽，抹面粉，面皮摕掉，裙长起来，露出大腿，撩过骹。人会看到你赤身裸体，你的见笑会露现。我要报复，一个都袂放伊煞。阮的救赎主是以色列神圣的上帝，伊的称呼是上主万军的统帅。小女加利底啊，入去黑暗的所在，恬恬仔坐，你袂阁再互人称作列国的女王。我有对我的子民发受气，互家己的产业受凌辱，甲因交伫你的手中。你无对因施怜悯，甚至用真重的担，互老人歹。你捌讲，我要永远做女王，所以无甲这个代志放伫心内，嘛无考虑代志的结局。但你这个爱宴乐、安稳坐伫宝座顶的人，着注意听。你家己心内想讲，只有我以外无别个，我绝对袂变做寡妇，袂经验丧失囝儿的苦痛。毋过，伫一日内10000年久，即两项代志拢会发生伫你身上，死囝甲酒馆做一个到。无论你行偌济邪术，念偌济符咒，都无采工。你自信做歹无代志，讲无人会看到。你互家己的智慧聪明带入偏路，家己心内想讲，我甲上帝边大，无人会当甲我比。毋过灾祸会入着你，你毋知着安怎才会当甲伊赶走。灾害会降落伫你身上，你无法度甲伊除掉。伫你毋知的时，毁灭会忽然临到你。起来，做你去念你的符咒，行较济邪术。你对少年的时就拍拼做这个事，安尼你可能会成功，会互敌人惊甲要死。你因为人互你的计策伤济，带野线去叫遐个悬天上的、看星神的出来救你，因为伫初一15有言将来的事。看咧，因为亲像灭国互火烧毁，因袂当救家己脱离火焰的威力。迄款火毋是会当坐伫边仔烘烧的温温仔火。对少年就甲你交结，斗阵拍拼的人，带来互你的最后拢是安尼，因拢会伫家己行的路失迷，无人会当救你。